那段时间就是这个牛肉都不那个什么了。那么我由此我就现在有个社会问题，师傅，我想给您先看一张照片。那么现在您看了没？这个人都吃人了，这个孩子是引产下来的，你看旁边还一把刀。然后这张照片呢是这孩子引产下来的孩子在这儿，他是拿酱油给他酱了，然后旁边是佐料，师傅。然后这个您看看，这里头有鸡肉有什么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孩子，这个引产下来孩子一点一点撕的这点肉往里吃。这个是煮那个引产下来的孩子的汤，叫做人类说是大补。你看这个汤，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就这一碗汤，就是这个引产下来孩子的这汤，就这么一大碗汤3万多块钱。然后呢，现在的根据这个引产下来孩子的几月份，比方有个7月份有引产的，还有5月份，价钱都不等，最高的是好几万。我就是在想一个问题，师傅。